领导，各位来宾，你都好。这一次收集记人2589年，是你收集平台呢，该次这样子总批叫七品失望。所以呢，请各位领导、各位来宾听我注意，多提宝贵意见。那么，一等你再高点上来呢，先开个头，就1刻钟。哎呀，副领导，高三忘记他到上来了吧？你那提供一啥跟农家，干嘛也去弄了？现在手头啊，既然分到了谁是董事，10董事啊，哎，你说得出个3个女的10董事，送来分听见？应该3个女同志10董事，平台历史上的从等于过来，那么你来试试看，试试看，那么真的10董事。上一天大会议收啊，你收集真是个好地方，神一的灵，服务天本。虽然你收集历史上向，非得出自简简单单的政治活动家，为出自复实实事业家和艺术家。现在说起来，谁是周家？搿单的确，首先艺术家深入，肉店艺术家陆世刚，技术来家伯爵，为天本学家王石树。可是为于来，后台周家钟正林，眼睛周家孙云举，始终周家张勇。位于建筑周家香山祥人及夸奖，后期个地呢，为后门我怕名家生产的建筑区冯正明到8号，同时是也是家冯梦龙文艺批评家金生态。哎呦，你说是吃子不闪闪周家，那么行业你在于家呢？你平台而已家呢？当然一个了。咦，你那马奇特的你关于这个祖宗。清代14名家七品诗哇，王最是。所以今朝要拿各位祖宗搬出来，把各位来见见你。还是等些我要让你识他2、3诗。不过呢，历史也单开的200几十年之前，乾隆年间。那么这个副诗上呢，还要不得收集玉面鼓3厅的玉的月上花，叫女国邦。皓月当空展四方。吹风瑟瑟归后香，油面布里人头子，丑陋不识来为马。西龙山东的智慧谷子头上香，这是一支写诗啊。东登龙门一个，准虽来诗上5个字，写得跟我亮当当。听到个林山洞里准备好，马子片子跟你一来进诗啊。哎呦，要林诗上真的呢，楼在风香，琵琶香，东边葱肉手更香。听众马瑞如果是对线风声喜洋洋，红烛盖山灯透明，地雷是一番见黑马。有了玫瑰西瓜子，为了送菜来花的，香所有的。啦啦啦啦啦啦啦，汤是楼来牛八狗，香是香来奴是奴，一个冬的马赛狗。我哟，难忙得来不得了！加上时代上像一副军械刀，不是一个还加布朗，一副袋里分2房，上一里家须是质地实日，下一里托个人地性精神，文字简洁，一身上。哇，这是代差陆金手18岁刚过了时代吧？陆金英最想打就是么金牙眼魔鬼自杀。啥是世上神一幕，但是听众为了忙里唱，而谁在心中没得来，当过忙得了后头趟，一般听众才说些，加上今朝有2张面孔，毕竟没上。上女代人一听众，身处何不至于外？八洞以来水中直，听人头无血一马，口里年纪40多，听力口音像不放。也就是比那为中一个人哦，不是后知定章吧？总是本人是猜测，这个人看上去像一个古董商。当官阿龙，脑子不自所入，先往正时代浪向一放。地浪向为点支红蜡烛，为点啥？因为送烈钟点为分普及，只能够用蜡烛来记辰光，所以阿龙地干和龙海上，大家兄弟啊，开始的。是让你妹妹给醒了我来，所有目光谁总在台北一个首先门啦。这往谁上上的？各位大名鼎鼎的14名家王贼子，听见是开始的们。
头浪向搿点三点点个麦子蒸一蒸，身浪向搿点白子一一一，手指一拿么追上西北，马上去但是风度翩翩，哎，样样侪蛮登样们，有一点不足之处，因为从地清代侪是绿皮子的，加上后头搿一点皮子啊，也是个多，也是个细。所以人不里一个菜，家里自哪里头浪向有点毛病的，居中受定打，鼻子拿起来高上盖一个正，哈子一块树，眼睛傻，四面一闪，那么也开开说实在，过来听他也说在哪里，也是来兵人话，我上代谁可以说实在不？因为现在厂子里向外面路，过来人家心心傻。或者是西上的身材，虽然三十一点，但是个双眼睛看见，马上去炯炯有神。人家看见你双眼睛谁写的？是个能够人。今年40开俺年纪，风华正美。所以他当时生在个第14年当中，称立为狮王。或者是啥个是呢？陆金子，真正可谓是还挺在，上次鬼子这样。是在罗大的时前，现在陆青云带大舅子去山县，落他一把孙子，以前不能最有本事的。虽然两家对本事相同，但是一见倾心，真是相见恨晚，心里悲戚。是啊，你不得行，听得大家谁出了神。其实上你在地浪向各位不妨看人，听得你一动你的一来才吃光个这样，就说你微风过上，为了刺啦个好。治理不是，心恶见了郎称赞，好说好说。上次里向所有个地落光线，不但盯了王先生的老口，突然之间西上门口来了，来，街上来自30几个人，为谁为了一个30开外年纪，生一只丁蛋瓜子里。大眼睛高头骨，因这不得这几把腰里望上去，我是像一只毛头人。这个玩意姓高，名字叫高欧，本来是个干花疙头，不过干花子实在没啥来福气。但是这个男啊，居然本来知府山阳口中，从此大知府就为儿女清高，那是不得了的。谁来让知府外里人家做一个都对？上与知府靠山，我有个被流氓弟兄，真正大致个批人，深深来身上的王贼是为啥？因为最近啊，乾隆皇帝也在收进来，所以从天平山到灵岩山当中啊，也是一条路。皇帝这个然后是叫鱼的，收集知府陈家市里开着讲阿高阿五，推每人1两银子，但是阿丹的王贼是对浪是要200两，为啥？王贼是个他非常别致，不能给我口中的，但是一直不能得水，所以真正神仙来身上了。现在追到市场门口一看哟，生意的买还看么子，家大发进一张，哈拉车过来到后门口当，后门踢开，大到时代了，离40到一半。王贼是，哦哟，一吓得了呀！一口原来是狗狗。气势汹汹，各种强烈是来行事的，或者是这样的，但是你的不光，为什么呀？你的时代弄下来等我便利，哪个是你已经吃亏着？听他们再来听我的事，你的切上司么总归帮我不为帮你的呀，所以他定定心心，立起身来力大先有。哦，我大杀人。原来是狗先生，不错。哎呀，你来听师傅劝我，今朝上次里向已经看完着，这个我叫阿龙得来把一只手为你看呢哈。好了，哎，我别啰嗦，你犯子法有什么？侬犯法？你个鱼头山到底阿三干了？提起鱼头山的王追是个虎，但是已经来着。对你妈妈这个家伙手里可我讲，看住了说。你是不是一个第14年是吃足你的口头呀？样样一讲3个，就是出去做一当生意为主了，要干里5两银子的税，但为费几十里了。开面上一个背头税，开腰上一个灯口税，根本我不得楼梯技术始终踏平之外，为了干鱼的税。
啥个支付么3年了，负担么周岁，只要他一点点个应对，连水也可做了说。哼，那是收税来这个大汉来着，杀你们乾隆挖的，不得了，人人也敢遇到谁？人家个话就是要200两银子，200两的啦。起码半年夫妻不用不体谅啊，30是苦啥个呀？那么话这是银子俺拿得出，拿得出的。一部是的东山年来这了还有新学动的，另外一部就是个的实施大众干不了的，准备上一种光裕公社，这个银子也怕都不用上，俺们老金子还不得来，谁来当时一下？还商量，哈哈哈哈！但是我现在连10万，始终归说起，天天我来大事体嘛，他也等我是受之在身。哥哥，各位来听看，我来想听到，你都是阿伯呀，哥哥。是让你露在的不得了，这两个听众够好一样的了，听是听得眼睛关子。之前9月份6、7年是一家新切玉米那个档口。谁是那个家伙啊？在台浪下来切地上的，不连上一切，可对谁是家人谁知分散，大为善心。所以王水在我刚刚抖音，这两个听看你欣然，这智慧的谁上来？不错吧？你们出自动力来听是个，非听是个出奇，切地上的。王先生，你也听哪个事啊？你不能受气我的啥奇怪？你本今天上来摆错的弄到路上是吧？各位，都是听王姐是那种手动啊。你非得抗击遇到噻，我对我组织好光裕公司，这个是一个非亲不明的受费黑道。王姐是，我现在勒令呢，马上停止一切。啥么子？停止一切，一个人贴了起来。这个少女的比浪向各位不妨看见，一个二夫人是一个事宜弄往台浪当给走。啥要听说你不让他说该当何罪？哥哥，呀，啥个奇葩家伙！来的看上去一定蛮多个，但一点黑天嘛，他吃力不少。不过毕竟。来这是书记提高了，像啥人都要忙我3分钟啊！听那个口音不像书记人，一个牙路卡上，那哈，还是也想过事体啊！你也吃亏个，那个2分杀了称重，王姐是抗击遇到才非但不能实施，而且还要整改。我求那个牙路卡上别改着了，老总都过还是啊！大胆！你这个狗崽子！什么？那我人嘛，少见狗在这个地洞的，就是来狗养出来的小狗咯。那么我眼的本来我就是新狗啊，啥人不摸我？光起后来哎呀，不良几不来哒哒。我大哥，70来2年，还在市场里向来听众全部在看我来，如果动子中了，我也吃亏的。可不呢？你都也想听诗，你也想实施，不然你都听着就。是为了使着王逼个种拉着大怒到水里，你说嘛？你说的人都不啰嗦，当我手心里像个只拉着，都到听着当中，嗓子里像一个路上灯日起红。可把三地方三弟兄啊，平常户外这2期3家嘛，经常也大难军现在还要细细维护。过了2地让我灯笼噼里啪啦，全部在灯光，嗓子里像一片漆黑，黑洞洞，那是还一样是翻台子、铁凳子、地板子、怪手啊，把垫子上我也说他2个洞。这2个听课一是菜一是难，都可是也还忙啊冲。听是听出走样根，这些的是俺们辛苦等了我里向做地的一种。你2个哈是哈得嘞，心计话嘛带出去嘛，弄啊分弄欣赏来看看呢。但是天开子差不对阵子外头好不离好了，我懂。有2个人还磨3门，3个狗这个烧钱的，我往里提可不是，我里向3个不大都是2个。
我搿点来听讲哈是哈得不得了，满子落到哈子的窗户或者窗帘拉的，三个晚上是9部地震，一辆汽车神一级台风。是这个为不妨看人西郊一发疯，文路当中比不出南北西东，那是非特有的特西东衣裳擦布哈子，他跟外家加倍打通，因为比那个为后知百无东家也真吃怂，还不容易赶出大门，弄得狼狈不堪，花大这个蛮子，偷这个下皮，实头上我几个哇，真是难喊。你在没听说，让的同学辰光说白底我一走嘛，登记附近附中，给我哈出过来，哎呀，扑上一个空。我当台子彩飞不枪声运动枪子，给他带过，让你个下巴上下，啪！哎呀，痛得你鲜血了哟！弟兄们，王追是老该打，反不了你们吕布。他让兄弟谁做真也想去，是那个辰光，王追是了刚才王世英奔过来，我男人扎得一把，还是跟我办。那么来听中央门子了，是不是上牛的了？这个不妨看你究竟啥人呢？呼，都来的，到底那我也感受听众。